虫诶，请你听演奏。阿妹，我做毛诶是虫诶，鸟爱感染色啦。阿伦姑见调体温度嘅虫诶，见很多太马上。我老佢讲，生意呢莫按件事啦。阿伦姑再变变，会叫嘅样诶，是菜油啦穷人，是虫诶甘有按甘苦。其实虫诶当好事啦。像草药做食盐系无病得的虫诶，做吃到无香无气。虫诶爱从细时到大，因前阿爸做系种虫诶个啊。还记得细时节，阿爸伫田顺摘好虫诶，我老阿哥爱去顺巷嘅水库咧，听数洗虫诶，洗到规身诶紧准。一松树风咚咚，长夜暗寒嘅天时，系做得健屁股伫面床上稳定，唔知有几好。洗好嘅虫诶，分做2斤一扎，无管浸过水牛啊，踢虫诶。听人讲，阿爸就用野狼机叉再去太市卖。有一年虫诶当好价。阿爸卖虫诶，卖到有钱好幸福咧。嗰时，伫庄下10个万元就去得2站嘅礼物诶。鬼屋看人傻傻听到奈唔得，本梦多些喎。唔过嘅下屋诶还蛮去。阿爸啥发生一件大事。今日阿爸去老林沙天来田。唔知样诶，好点点三本大田机捡落去，见圆灯通夹夹起起来，毋过脚盘同脚趾公还系本港运动诶，摔到血吱吱咧，大家吓到不吃惊，实实老记送去医院急诊。先生讲阿爸爱带烟，毋过几下日咧过到苦渐渐咧。要有钱请人顾忌呢。阿妹果不将很长7岁还蛮特殊嘅爱去顾阿爸。护士都学弄爱让我俺晓得。其实俺唔系晓得。俺系唔盼得阿爸无人顾天天。当日临暗暝，阿妹我兔阿哥老妹来医院老爱做盘穷下血。吃饱呀。我到生日呢，就去医院嘅晒棚上搞抗人情。做鬼嘅人偷偷掠去亲人，看嘅人未搞到心肝卜卜滚，食材还好搞哦。天铺讲诶，阿妹记得转屋卡，有村爱一傻顾阿爸诶，爱头亲亲呢看伫面床上睡等嘅阿爸。细细声讲，阿爸，唔爱夹夹好起来哦。等炊烟，你做做得幸福的咧。嗰时我还唔知。阿爸买葱诶，传来爱幸福嘅钱，做本大烟嘅医药费失特，无存半仙钱诶。逐摆看到强里里嘅虫诶，我还会想起个冷心心嘅寒天，冻到硬高嘅松树，迄心窝也沉沉嘅盼望。阿爸桌上嘅悲伤，还有啲医院搞抗人情嘅痛乐，一扎虫诶，唔但请有乡人嘅香气，还有爱黏黏嘅回忆，装在人生嘅酸甜苦辣，百样滋味。